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我 NetChan 頻道嘅時間啦。咁呢集節目呢，就係 NetChan 馬膽嘅。每個賽馬日我都話揀兩場賽事，每場賽事揀一隻馬膽同埋幾隻配腳俾大家參考下嘅。大家都知道一個公平、公開、公正嘅頻道呢，每次賽事提供馬膽之前，我都會回顧翻上次賽事提供嘅心水嘅。上次 YouTube 頻道免費發放嘅 NetChan 馬膽。第6場英俊飛區，講真就好慘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臨場出閘之前隻火焰閃爍退出，真係非常心痛。因為係攻擊火焰閃爍嘅嗰場賽事。咁如果火焰閃爍唔退出呢，英俊飛區應該有3.5倍咁上緊啦，我大概估計。咁相當可惜。咁贏咗馬啦，咁都開心嘅。咁第二隻就第7場係勁沙塵啦，2.8倍跑第2。咁呢隻馬就臨場形勢又冇紫荊片白咁好啊，當日就貼住條欄好少少，咁轉彎出嚟又俾潘頓封一封，咁結果姍姍來遲啦，跑到第2，咁表現都 OK 嘅嚇，咁兩隻馬膽都一隻贏一隻第2啦。咁披場獨家發放嘅 NetChan 冷腳喺第4場嘅勁進輝煌10倍跑第3，咁就恰如其分啦，咁跑到正正常常咯，又唔係跑得特別出色，又唔係跑得特別差，咁發揮正常最響之下跑第3咯。咁第二隻冷腳就11場嘅江年80 15倍，咁臨場冇乜飛，出閘蹬一蹬，咁輸咗，咁大家都知咩事啦，我都係講次，臨場冇乜飛，跟住配合埋出閘蹬一蹬，咁大家明白啦。好啦，咁今次嘅高出賽樣馬就復出啦，第4場嘅雷神太保，咁大家都可以參考下嘅。事不宜遲，講講聽日兩個場次，第一個場次揀第5場，第5場嘅馬膽我揀1號嘅型號威風。型號威風連續3場都跑第3啦，前嗰場金城江谷彩650，步速偏快，快跟翻嚟跑第3，輸俾智勇名區香港神區高水準賽事啦。上嗰場真情去到1800奧爾文6檔，又係步速唔慢啊，又冇頭先嗰場咁快嘅，但係都唔慢嘅，又係跟前少少，翻到嚟外邊冚好啲，佢又喺裏面湧下咁，場地可能未必係絕對理想之下咧，都跑到個第3。咁今次賽事縮翻1650都冇問題啊，檔位亦都好。其實睇埋同場對手呢隻馬嘅實力就非常之突出嘅啦。咁如果你要挑剔呢隻熱門點挑剔佢咧，就係換咗人咯。咁你又金城江奧爾文換咗梁家俊，都係嗰個，唔係話梁家俊渣。咁有時大家換咗人咧係唔同啲噶嘛。譬如扶搖世勁嗰隻金城江一換到梁家俊，就好似爭少少。咁當然有好多因素啦，扶搖世勁加咗磅啊，咩頂磅等等啦。但係始終換咗人咧係有少少挑剔嘅。咁但係論佢嘅實力，咁始終都係非常之高噶啦。咁揾佢做馬膽啦。配腳選擇呢場就揀4隻嘅，因為下場我淨係揀2隻，呢場都比較難揀啦配腳。第一隻揀翻4號嘅快運英雄啦。咁上場初嚟谷草都跟跑一場翻嚟啦，表現都唔太差嘅。咁減咗2分，換咗布文，有少少配備變動，拖翻住先啦。第二隻配腳揀8號嘅肥仔精神，上次5班黃寶嚟贏咗啦沙田，今次升班轉嚟谷草。啲比較大冧嘅馬谷草都未必非常之適合，但係狀態 fit 啦，巴道都跑開嘅，4班以前都近開，4班以前巴道都近開，咁呢啲馬趁咗 fit 咁拖翻住先啦。第三隻配腳揀9號奔妙星啦，呢啲分數應該係可以嘅，咁2檔都好跑嘅，希威森就同呢隻馬都夾到嘅，咁做配腳啦。第4隻配腳揀翻11號連連歡呼，咁呢隻馬就保險腳嚟嘅啫，因為佢前嗰場真係好勁啊，嗰啲飛數啊，講2.1倍攝住條欄，跟住點知直落去攏埋喺裏面冇位咁輸咗。上嗰場亦都跑得麻麻地，咁減到2分，而家41分，輸多場落5班嘅咯。咁究竟尤達榮係咪想臨輸多場落5班咧？唔肯定啊。咁但係為你驚呢啲馬，前嗰場2.1倍，上一場普通啦表現，咁今場究竟立心搏啊，定係立心落5班咧？真係唔知嘅，但係保險腳拖埋先。上一場馬打1號型好威風嘅配腳選擇4號快活英雄、8號肥仔精神、9號奔妙星同埋11號嘅連連歡呼嘅。咁未講第二個場次之前，講下我啲收費會員計劃啦，有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啦，同埋 Patreon 嘅賽前收費計劃嘅。大家記住啊，參加咗 Patreon 唔等於有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啊。咁WhatsApp 嘅臨場收費嘅分析計劃咧，咁就今晚11點左右咧就有全日嘅初步首選、次選、副選。去到聽日每場賽事開跑之前6至8分鐘咧，就有最後嘅首選、次選、副選啦、場地形勢啦、騎年動態啦、孖寶飛數同埋我投注建議嘅。咁大家亦都知道啊，我係非常之着重買星水孖寶嘅，因為咧
平時你喺馬會買開 WinPay 咧，咁佢一買落去咧，自動抽係17.5%咧做抽水嘅啦。咁點樣可以長期戰勝呢啲抽水咧？就係要買啲升水嘢咯。咁升水有兩種咧，第一種就係有多寶時候，大彩池有多寶時候，你咪買咯，即係四龍馬、四龍彩啊、孖 T 啊、3T 啊、六環彩等等。咁如果你中到咧，通常咧派彩都會好分少少嘅。咁第二種情況就係升水孖寶啦，譬如上次賽事啊，紫荊一幕2.2倍啊，俄氣派1.85倍，二川一乘埋4.07倍，孖寶派6.85倍，升水足68%。咁就係靠呢啲68%啊、100%啊、百幾，大家都見過啦。咁咪靠呢啲中開呢啲咧，咁就可以抵抗到馬會嘅抽水咯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升水孖寶通知圖表啊，或者臨場分析有興趣咧，歡迎經過 WhatsApp 68447635啦，或者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去聯絡我，去攞啲有關於臨場分析同埋升水孖寶通知圖表嘅資訊嘅。好，咁但係未必個個人啱臨場分析嘅，因為禮拜3晚你可能翻人工，禮拜6日你可能家庭日未必可以坐定定去聽我嘅分析同埋睇我嘅投注建議，所以 Patreon 賽前嘅極叻會賽前嘅分析係非常之適合你。超叻會員純支持啦，足球股海洋馬初步嘅次選副選啦，海洋馬嘅賽前嘅首選咧會免費放喺 Facebook 噶啦。足球股票咧，股票有免責聲明咧，同埋語音眼腳獨家分享嘅。極叻會員純支持啦，海洋馬嘅初步嘅次選副選啦。足球股票咧，股票有免責聲明啦，如果冷腳獨家分享咩冷腳啊？即係譬如上次嘅競進輝煌咧，同埋所有場次所有馬匹嘅馬分數都會放上極叻會員欄嘅。如果大家平時睇我直播計碼或者係有時我 Nettrack 馬膽都會分享翻我之前嘅嗰啲分數咧，都知道呢啲分數係非常之具有參考價值㗎啦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好，去到第二個場次啊，揀第9場，第9場嘅馬膽經過慎重嘅考慮咧，揀3號嘅招招醒。招招醒上次咧就跑第2嘅，咁彎前貼欄有微利嘅，咁佢賺咗彎前貼欄，出閘亦都好快賺咗彎前貼欄，翻到嚟輸咗俾隻天竺貓咯，咁表現就可以啊。但係呢隻馬咧，今次抽5檔咧，亦都唔係太差。咁呢隻馬咧，其實最好嘅跑法就係轉緊彎一路俾，等隻馬 pick up 咁佢要直路爆一段。內檔咧有時唔係咁好跑，今次跑5檔咧，腳程會比上場蝕，但係個跑法咧對於佢嚟講係會啱翻少少咯。咁狀態都應該維持到嘅，咁揾翻去做馬膽啦。配嘅選擇第一隻揀翻1號嘅飲杯啦，咁我都喺個頻道都講到口臭㗎啦嚇。翠紅飲杯安康萬里嗰場高水準，上次飲杯安康萬里穿 Q， 跟住安康萬里再出緊輸俾人羅家興嚇，咁上次飲杯就輕勝，咁飲杯輕勝就換來加9分同埋檔位由1檔變11檔咯，但係同場對手又係嗰句嘅，真係都非常之普通啊，其餘啲對手，咁你11檔我諗佢就算外搭求其遊走翻嚟咧，都可能輕輕鬆鬆跑到個位置嘅，咁所以都拖埋個配腳。咁第二隻配又揀5號嘅川羅洞區，咁呢隻馬就大前仗無險當谷組1200跑得好嘅，咁跟住跑咗2場啦，泥地1200谷咗1000，唔知係減分定係咩啦，咁總之就減咗3分，今次翻谷組1200換咗個黃志宏，咁試一試咯嚇，咁檔位好啊嘛嚇，咁揾埋去做配腳，咁所以場馬膽3號招招醒，配腳選擇1號飲杯同埋5號嘅川羅洞區。咁希望大家中意我段片同埋分析啦。如果中意嘅話，俾個 like 同埋讚我，同埋分享一段片俾朋友睇睇，佢宣傳嘅頻道。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有咩意見，都係評論留言。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咧，都係段 YouTube 片下邊留言嘅。留下謝謝 fans，我都相當高興噶啦。咁大家留多啲言咧，回覆多啲，咁 YouTube 就會知道我呢個係非常之優質嘅頻道咧。咁佢就有分派我啲片咧，俾更多 YouTube 埋睇，更多 YouTube 埋睇到，自然令到 view 數上升啦，隨年都非常之微博廣告收入咧，再增加多少少嘅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咁到最後希望大家嚟到 YouTube 頻道咧 Nettrack 談賽馬，主要做一啲直播節目嘅，例如海外馬直播啊、即場足球投注分析啊、直播賽馬論壇等等啦，同埋你而家睇緊嘅 Nettrack 頻道，兩個頻道都撳訂閱，按鐘仔撳全部，咁訂我所有新片，你都有個通知或者 notifications， 第一時間知道噶啦。多謝你哋支持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